sorrow, sin, or shame. The King is coming back again. A reign of love that will never end.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and everything you do and everything you are, I'll sing to you. My God, you're an awesome God, you're great. In all you do, I'm made to worship you, my God, you're an awesome God.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4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杨佑佩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每天有新的一天。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能克服一切的困难和诱惑，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我们的心能稳固信靠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谢谢。今天是受难周的星期四，那又被称为是洗足日，那就是耶稣洗门徒的脚，同时也是犹大要出卖耶稣，以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逮捕。那可以从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约翰福音13章等处可以来看见。那就是在复活节前耶稣所经历的。那我们在昨天讲到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18章，耶稣在祷告完之后，那被逮捕。那甚至耶稣的我就是和彼得的我不是那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也让我们看到在当时耶稣不仅是要面对拯救世人，还要面对宗教人士，还有这些在政治上面的动机。那所以在地上的大祭司呢，来审判天上的大祭司好，那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耶稣被这些公会所带到这个巡抚总督比拉多的面前的受审接受审问审判。那我们先请佑佩执事带我们来读18章的28节到32节。好，28到32节。他们从该亚法的府邸把耶稣押到总督府。那时候天已破晓，犹太人的领袖没有进总督府里面去，他们要在节期里保持洁净，为了要吃逾越节的筵席。于是比拉多出来问他们：你们拿什么罪名控告这个人？他们回答：如果他没有做坏事，我们不会把他带到你这里来。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走，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他们说：可是我们没有全判人死刑。这应验了耶稣所说自己将怎样死的那句话。以上。谢谢。那所以他们从前任的大祭司到现任的大祭司，那把耶稣当犯人，捆绑起来，然后现在又送到了这个总督府，就是比拉多的家中好，那时天已破晓，那也表示说从前一晚我们所谓的礼拜四。好，那耶稣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然后到客西马尼园祷告，
然后被逮捕，送到公会，先送到亚拿的院子，又送到该亚法。好，那现在要走，天已破晓，好，那就是来到了比拉多的总督府。那比拉多这个他是罗马的总督巡抚，好，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以矛跟枪为武器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军事，好，充满了这个战争好的这个罗马名字。那比拉多他在当时因为是犹太人的节期，好，那犹太人都会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朝圣，会来朝拜，所以人会非常的多，所以也巡抚都会在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到耶路撒冷来作证。那比拉多平时的时候，如果到耶路撒冷，就会住在希律堡，但是他在人多的时候，就会到西北方的安东尼堡。那我们从其他福音书知道，希律王也在耶路撒冷哦，所以希律王是住在这个希律堡的地方啊。那他们呢这些不敢进去比拉多的总督府好，因为他们不能进去外邦人的地方因为他们特别是这一天已经是逾越节，好，那他们要恐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他们就保持距离，好，就把耶稣送进去，好，意思就是让耶稣自己进去，好，那么他们觉得耶稣进去没有关系，好，他沾染污秽，好，那他们不能进去，好，那所以才会有接下来这一段是比拉多和耶稣，好，那旁边没有其他犹太人的这些的问答和对话，好，那因为逾越节，好，除了1天的节期，后面还有7天的无酵节哦。好，那这无酵节在礼仪上好也是要保持洁净。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好，可以看到耶稣这几个地方在最后的晚餐好是在马可楼，好，马可的家中。那完了之后呢，就过了吉伦西到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祷告。那后来被犹大派带着兵丁好来捉拿，带到亚拿的家中来盘问然后又被带到该亚法和公会的面前来盘问。那后来天亮了之后，又来到了安东尼堡，那是总督府，好，那也是在圣殿的北边的地方，那受比拉多的审问。那在后面又有几笔在约翰福音没有，但是其他地方好有写，就是又把他带到希律的面前，受希律的审问。好，然后后来又退回来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又鞭打他，好，最后被众人喊要钉他十字架，所以又被带到更北边的各个他，好，就是骷髅地。好，那这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只有在短短从晚上好到隔天的中午，好，那所发生的事情，好，这样大概是不到20小时的时间了。好，那耶稣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被带来带去接受审问。好，那比拉多出来，好，在庭院跟这些犹太人好先了解，好，为什么大清早，好，为什么把人送来这边，好，那你们拿什么罪名要控告这个人？好，那犹太人的回答是：这人若不做，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啊。好，那就是说他一定是个坏蛋。好，但是比拉多呢，却说：你们自己把他们带走吧，你们自己把他们带走。好，因为你们自己按你们自己的法律审问他。好，但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好，他们没有判死刑的权利。好，他们如果私自判死刑，是要被罗马政府给镇压，所以罗马政府不允许人民自己来用私刑或是用宗教的法律的。那比拉多呢，他的名字就是以枪矛为武器啊。那他是犹太的第5任巡抚，好，他在任的时间是10年左右。好，那在主后的26到36年，好，所以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整个期间，好，也都是比拉多在担任犹太地区的总督。那历史学家呢，好
称他的性情呢是阴险、残暴跟固执哦。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可能看不太出来，不过刚才他和犹太人对话呢，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的冷漠。犹太人百姓耶路撒冷百姓送犯人来，那比拉多呢没有想要处理，要把他退回去。那比拉多呢也在他的任内，因为有几次不尊重犹太人的习俗他是罗马人，所以险些酿成暴动。但是酿成暴动呢，会影响他的官位，所以他也必须要做一个制衡。那最后他被离开是因为被撤职是因为他屠杀一群的撒玛利亚的朝圣者那后来被撤职。那也据传他被罗马皇帝加利古拉给放逐到高卢去，然后最后他是自杀而死那比拉多他不愿意来接这个案子，叫犹太人带回去，但犹太人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32节约翰说这是应验耶稣自己所说他要怎么样死的话。虽然在前面约翰福音没有特别提到他会怎么样受比拉多或是被带到总督的这个总督府受审问但是他在约翰福音第15章有说世人会迫害，他对门徒说世人会迫害你们但是不是迫害你，而是不是迫害你们，而是迫害我，是迫害耶稣那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不认识差耶稣来的那一位天父，然后说这是要应验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是诗篇69篇第4节所以他们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把耶稣当成犯人，当成仇人，甚至要置耶稣于死地。那找不清理由呢，就是要来比拉多处理耶稣。好，那我们接着再请佑佩带我们来读33到37节。好，33到37节，比拉多又进总督府内，叫耶稣来，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你问这话是出于你自己，或是听别人谈论到我呢？比拉多说：你以为我是犹太人吗？是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们把你交给我的。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度属这世界，我的臣民一定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落在犹太人手里。不，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比拉多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我是王，这是你说的。我的使命是为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一定听我的话。以上。谢谢。那比拉多那他就接了这个案那就把耶稣带进了总督府那叫耶稣来。那第一个问他呢，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个问呢，跟在路加福音其他福音书比拉多所问的是一样。好，那因为这是路加福音有说，他们控告耶稣说，这人散祸我们的国民，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在路加福音犹太人有一连串的这个控告的罪名就是颠覆政府，所以耶稣呢是一个政治犯是要来颠覆罗马帝国的。那只有这样，罗马帝国的总督才愿意来审理那所以比拉多就问了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但是耶稣呢，却回答说：“这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
好，那耶稣的回答呢，不是要回答比拉多，而是耶稣在挑战比拉多：你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还是你是听来的呢？好，那显然耶稣他的回答非常的犀利哦，是你自己认为还是别人认为？那比拉多呢，我们刚才有说他的个性呢，就是阴险狡猾，所以他也不正面的回复耶稣的话。好，那35节，比拉多就回答说：你以为我是犹太人吗？是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好，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好，所以比拉多他逃避，就是呢，他不愿意去正面去回应耶稣到底是不是王，而是他用他自己第三者的身份，我是被迫处理这个，是人家来控告你颠覆政府、散祸国民，禁止纳税，然后说你是基督，是受膏者。虽然罗马没有这个基督受膏者，但是罗马有这个皇帝。好，那你是一个受膏者，代表你是一个王吗？好，你要来颠覆这个国家吗？颠覆这个犹太地区吗？那耶稣呢，也在回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了。那所以耶稣呢，也不否认，他确实是王，他确实有国，确实还有臣仆。那这是在耶稣他很清楚他自己是天上的国，天上的王，他在天上有臣仆。他的国若是这世界的话，他的部下就会为他战斗，不会把他交给犹太人。所以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说耶稣没有那么简单落在这些犹太公会这些大祭司，落在出卖耶稣的犹大的手里面，一切都是耶稣他自愿的，也是遵循天父的意思，所以这些事情才会成就，才会发生。耶稣要躲藏他就可以躲藏，耶稣要从众人当中走出去他就可以走出去，就算人家要用石头打死他，或是要把他推下山崖，但是耶稣都可以轻易的，就像魔鬼在试探耶稣一样。但耶稣呢，他要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所以他愿意乖乖的束手就擒，接受地上的国的审问。所以我们虽然看见在18章彼得他有拔刀砍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但是耶稣也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因为父所给我的杯岂可不喝呢？所以耶稣呢，他也是顺从天父的旨意，让这个事情要来成就和发生。那比拉多这个在这个我的国若属这世界，一定会为我征战的。我的臣民会为我征战，这个征战呢是属于不完成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早就为我开战了，早就开打了。所以这个战呢一直没有开打，是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所以比拉多呢，这样2句话，那他就断论，说，那么你是王了，你就是一个王不管你是哪一国，你就是王。那耶稣也但是比拉多这个问法呢，是带有2种，一个就是政治性的王，或是一个是宗教性的王。那在比拉多的问法当中呢，他显然认为说耶稣你是宗教的领袖了，宗教的领袖。那耶稣回答说，是你说我是王不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所以耶稣也不让自己的话被定罪或是落人的口舌，但是他还是说出真话。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所以耶稣他不否认，但是他说这句话不是他自己嘴巴说出来的，是比拉多犹太人的总督巡抚所说的。那他也是为了成为王，万王之王，他来到这世上，来到这世上呢，就是要为真理给做见证了。那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或是指最真实的实情。
凡属于这真理的呢，都会听耶稣的话。所以要怎么样知道耶稣是王呢？一样也是从听耶稣的话开始。若不听，听的或是不行不接受，那呢最不能够看见明白耶稣是王。若听了耶稣的话，就会明白他是王哦。那比拉多呢，对于这样子呢，他又有新的疑问，所以他跟耶稣的对话呢，其实很精彩，就是在一问一答当中呢，比拉多他就有很多新的 idea， 那所以他下一个引起他的就是38节，那真理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的27章可以看到呢，在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呢，比拉多的妻子也有进入在这个对话当中啊。马太福音的27章，那时候比拉多已经决定了要释放巴拉巴，可是呢，他的妻子就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情你不可以管了，就是要他的先生比拉多撤销耶稣的罪名，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因他受了许多的苦啊。到底这个比拉多的妻子为什么会去梦见耶稣？耶稣还不是死了托梦，但是耶稣却在逾越节的晚上，在晚餐，然后被公会审问的时候呢，却跑到了比拉多的妻子的梦里面。好，然后这个就是有其他的伪经哦，好，会记载玫瑰经，好，那讲到耶稣是沙伦的玫瑰，好，那其他的这些事情，但是没有得到证实，好，所以算是伪经哦，不是正典。好，那但是呢，这里有个对话，就是比拉多的妻子呢，好，她梦见了耶稣，好，那而且呢，她禁止比拉多好再继续审问下去哦。那但是呢，比拉多他碍于他在这个犹太人面前的这个角色，还有犹太人呢非常的坚持，其实最后呢这些都是次要，最后还是因为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些事情呢才能够成就，才能够发生。那其实以比拉多到这里的对话呢，他就要结束了这样的审问，想要早点下班，就把耶稣给交出去了。所以他发现耶稣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政治犯，叛乱分子，只是犹太人在宗教上面的议题。比拉多已经遇过很多次了，他做这个巡抚呢，都做了快10年了，所以他很知道犹太人很会借故生乱哦。但是对政治的，对罗马帝国来讲是没有威胁性的。好，最后再请右佩带我们来读38到40节。38到40节，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又出来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名，但是你们有个惯例，要我在逾越节为你们释放一个囚犯。你们要我为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大喊：不要他，我们要巴拉巴。好，以上。谢谢。那其实在耶稣受审这个事情呢，好，那比拉多呢进进出出呢前后有7次啊，前后有7次，这当中呢还包括把耶稣送到了希律面前。好，那刚才有讲哈，这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所以比拉多知道这是耶稣是希律所管的啊，因为希律安提帕。就送去希律，然后希律也正在耶路撒冷，就在希律堡当中。那比拉多是住在安东尼堡。那所以希律看见耶稣呢，在路加福音23章的第8节，看见耶稣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听过耶稣的事情，想要见耶稣，还想要看耶稣行神迹。那还问他许多的话，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所以耶稣跟比拉多呢，至少还有三段以上的对话，可是跟希律王呢，犹太人的王跟犹太人的王呢，那是完全不来电了，没有任何的话。那旁边的祭司长、文士呢，都站着竭力控告耶稣。希律和他的士兵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
所以希律呢只是来耶稣被送到希律王面前被戏弄，好，然后又带回去比拉多，好，但是路加福音23章12节说，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啊，好，所以两个人是水火不容，那都各自有各自的赋予的权利权位。但是呢，却因为耶稣这个事情呢，其实比拉多是把耶稣看成烫手山芋，丢给希律。希律呢早就想接耶稣，好，那他以为比拉多是在尊荣他，尊荣希律安提帕，所以呢他就谢谢你把这个礼物送来，但是呢没有得到他想要，但是他跟比拉多成为好朋友。好，那比拉多，好，我们再回来约翰福音的记载段落，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就问，那真理是什么？那耶稣就没有再回答下去了。那是不是有没有回答我们不晓得，但是如果耶稣回答告诉这个比拉多真理好是什么，或许比拉多他就会明白真理，又会进入真理，好，他就会像保罗传福音一样，好，很快他就接受耶稣好是基督，好，但因为耶稣还没有完成死里复活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个升天赐下圣灵的这个工作，所以耶稣没有把重点回复比拉多想要知道的真理，而是要做他喝这个父所给他的苦杯啊。好，那这个对话结束，比拉多出来，好，第3次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状，好，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囚犯了，你们要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好，所以比拉多用这个讽刺，好，你们是用犹太人的王把他送进来，现在我要用犹太的王把他交出去，好，那你们要不要接受？还是你们要一个囚犯？好，那这个囚犯呢？好，虽然在其他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强盗，和本翻成强盗，那现在中文修订本翻成暴徒。那他的意思呢？好，就是比拉多是一个革命分子，好，他其实是一个游击队。好，那革谁的命呢？好，那就是革罗马帝国的命了。好，所以这个巴拉巴的意思就是主人的儿子，或是父亲的儿子。好，巴什么就是谁的儿子。好，那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好，那所以这个巴拉巴就是拉巴的儿子。好，那这拉巴可能是主人，好，或是父亲。好，那这个他们要一个政治犯出来。好，那其实我们看到以撒都该人的立场来讲，他们是不喜欢政治犯，因为政治犯呢就会迎来这个罗马帝国的高度的关注，好，他们就会不平静，好，所以他们宁愿有这个和平，不喜欢有人讲政治搞政治，好，还有暴动，好，但这个巴拉巴呢，好，他是一个政治犯，好，他是游击队，他是搞革命，好，但是他们宁愿让巴拉巴出来，好，也要想办法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好，所以比拉多，好，他在马太福音当中，好，已经对耶稣鞭打了，好，然后还有对他动刑啊，好，想说这样就可以满足犹太人的这个愤怒啊，好，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去了，因为他一方面也要听他的妻子，好，比拉多的太太的话，啊，但是呢，却不被犹太人所接受，好，所以他们最后是比拉多，好，明天我们继续看这个比拉多怎么样他的部下。好，来戏弄耶稣。好，今天经句是37节哦。比拉多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说：“我是王，这是你说的。我的使命是为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一定听我的话。”好，盼望我们都能够听耶稣的话。好，让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不是属于谎言和欺骗的。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宁愿多一位政治犯，也不要多听一刻的真理，他们不再接受耶稣的任何话。好，那连希律呢也听不到耶稣的任何话。如果我们不仔细听耶稣的声音，我们可能也会选错边，造成一生的遗憾。
当总督在问，比拉多在问真理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回想，如果今天有人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非犹太人、非基督徒问你什么是真理，我们如何回想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怎么样把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我们看到圣灵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明白真理，这一条路也是我们今天共读40天这一条我们在认识真理的路呢，要怎么样介绍给人明白、认识、知道呢？最后祈祷，感谢耶稣成为道路、真理、生命，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走在真理，并且能够听明白耶稣的话，能够听明白耶稣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是喜逐日，在受难周的星期4，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耶稣的话他面对比拉多，面对人的迫害人们无故的恨他，但是神你的话，你的真理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耶稣满有平安，也要来行完天父的旨意，愿意喝下主天父所给他的苦杯，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能够跟随耶稣。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资格代替耶稣钉十字架，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罪得到赦免上帝的百姓和儿女，也求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得自由得释放，不在罪中，不在暗中，而是要在光明中成为神的儿女。愿神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Nancy， 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 Nancy， 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感谢主平安。